2016年，无兰伫风台扫起绿岛，造成南寮渔港的爆发受损灯起去。了一直到这4当前，才总算找到厂商来施工。不过过去厂商施工的时无设置去破坏船乌搭，影响观光。这阵热浪，绿岛观光的大月就要到啊！当地居民希望唔通阁因为施工破坏船乌搭来影响观光。环府4年前伫台东市海边制作完成的绿岛爆花沉箱，预计经过拖船拖7日，总算到绿岛南寮渔港依三完成定位，准备进行修复。伫2016年，和莫兰蒂风台损毁的爆花港喙，当地民众等8年总算要修好，互渔船甲客轮进出港，免阁烦恼互风险拍偏影响航行。不过希望施工期间唔通破坏周边的船乌搭。因为这个工程已经延宕8年了嘛，在水下施工的时候，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些海底的生态啦，尽量不要去做破坏。这可能是我们一些潜水乡亲他们比较关心的事。环府表示，绿岛南寮渔港修建工程差不多要用1年时间，因为4年前有厂商放肉粽架，冷起海沙将沙漠搭砍掉咧，影响生态。环府讲会要求厂商注意时间甲生态保护爱兼顾。拖放消波块的过程，我们也会特别要求厂商厂商也已经提供这个拖行的这个计划书。那预计会用这个绑缆的方式。绿岛的观光大月已经到位，环府强调，选区要求施工期间唔通影响船帮进出。公视新闻台东报道。